整个修宪提案的第10条里面，就是为保障经济与社会发展能够兼顾国家安全与环境永续，并为发展数位国家增进数位权利之同时，防范境外敌对势力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探讨。立法院现在在进行的就是修宪相关的公听会，必须像这样不断的讨论来凝聚共识，修宪才有可能往下走。想知道更多的细节，请锁定 Now News 修宪论坛。